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嘛常常讲到，好也一句，歹也一句，意思是讲平平一句话，会当好好讲，可讲人讲话爱谨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句，一句话的句，它各有句。第三条，句就是有超过2个字词组这个结构，有主词、动词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。像咱讲话句，若造句的方式就是句法。文言的切句，咱讲是句刀；有押韵，咱讲是有倒句。另外，句嘛当算是这个话语的单位，像咱讲一句话2句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声声句句，意思是用嘴讲，嘛当讲是口口声声。第二个词总讲一句，意思是总讲简单来讲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到嘴无到喉，到喉无到心肝头。也毋过，即块歌的歌词煞是声声句句拢唱入去到咱人的心肝头。总讲一句，伊唱出到每一位失恋者的心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句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